台中有一间饲猪场爆出着这非洲猪这花鸡病例，中华民国饲猪协会就讲，这防疫空芳真有可能就是喷，还有政府就要管控，为着要防止这疫情摊开呢，中华已经下令各乡镇袂当用喷饲猪，而且咱食剩的这个喷呢，拢要送到焚化炉烧掉。过来出现非洲猪瘟疑似的病例，农业部赶紧开记者会对外说明，也强调各个非洲猪瘟案例出现时，基本上拢是由喷所引起的。在为了保护我们台湾的养猪产业，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切断感染链嘛，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最可能性的就是这个感染链先要切掉，我们才能去厘清其他的讯号。农业部管制禁令包含全面停止用喷来饲猪。因若中华民国饲猪协会是讲，即摆非洲猪瘟虽然属单一的事件，但阮若是无多有效来管控，过来饲猪业可能因此崩盘。即摆所有传出疫情，可能甲用喷来饲猪有关系。感染源是来自境外旅客无互查到食物。就是这多贵啦，就是变那个落落以后，猪啊吃都丢掉死啊，那爸爸说的嘞，就是肉饼是吃腊肉，烟前吃不了，等那个猪啊吃多就丢啊哩。为着防堵疫情，全台饲猪第三大关的中华已经通令各乡镇市公所，除了全面停止用喷饲猪，所有喷拢一律送往焚化炉烧掉处理。有喂养厨余的这些业者，本来就是我们都有经常性的管制，我们都有名册。这个我们今天已经通知他们，不可以再用厨余来养猪。中华管护讲，学校营养午餐会使改用 CS 标准的冷冻猪肉，也是其他蛋白质的食材。不过产业的业者讲，未来这个喷的处理也是大问题。而且2年前这部分，已经有这样子的做法，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啦。但民众认为，猪肉内原若欠缺营养午餐，会使改菜单来应用。虽然即阵全国焚化炉也会使应付烧喷的这个量能，不过加强源头管理来减少喷也是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